深水埗西洋菜街嘅清晨6點半，天色就係帶住一層灰。阿娟站在佢呢間唔到80尺嘅舊唐樓，廚房裏邊鍋裏煨住白粥，鍋蓋清清地參，長有時在裏邊低聲嘆氣。佢伸手去掀蓋，就喺呢一瞬間，梨花俾水汽蒙住嘅玻璃罩上，佢睇見咗自己嘅臉，唔係年青時被街坊叫做荷花西施嘅幾張臉，亦唔係3年前女兒飛去悉尼市機場閘口你張情飲着唔吸嘅臉，而係一張連佢自己都陌生嘅臉，微微淡得幾乎契唔掂，兩牙長被時間悄悄抽走咗是嗎？嘴像一動，喉嚨裏就冒出一股佢自己都不敢承認嘅味道。佢愣咗一下，把鍋蓋重新計返去，就係喺包，鍋蓋又輕輕咁纏。佢坐返到你張吱吱作響嘅木凳上，望咗窗外你棟對面間起冇多久嘅新樓，忽然想起佢已經有幾樓冇認真地照過一次鏡子啦，亦諗唔起嚟上一次有人認真咁睇住佢嘅臉係什麼時候嘅事啦。各位聽我講故事嘅老友記，如果你今日打開呢一段視頻係因為你亦身邊有咁一位女人，你嘅太太、你嘅姐姐、你嘅妹妹，甚至就係你自己，咁啊請你先放下手上嘅茶杯，坐好，我哋唔急，慢慢講。呢個故事咁長，但裏面藏住嘅道理可能係你這幾十年一直冇人肯認真同你講過嘅。若你覺得這故事讓你想起某一個人，不妨先按一個讚，我哋再慢慢聊。阿娟今年冇12歲，佢姓何，全名何少娟，何街坊40幾年都叫佢阿娟。佢係深水埗土生土長嘅女人，父親當年喺鴨寮街擺過檔賣舊收音機同埋電線，母親喺唐樓4樓嘅走廊角落幫人補山改褲股，一做就是30幾年。阿娟16歲開始跟住母親學針線，母親嗰陣時常說一句話：女人這一生要咪手上有活，要咪心裏有依靠，兩樣都未有嘅，女人最苦。阿娟那時候唔懂，佢只覺得母親講話唱一台老收音機，翻嚟覆去就呢幾句。後嚟母親走咗，佢嫁逼咗同一條街嘅一個貨車司機，姓陳，人老實，就是愛賭2手麻將，贏嘅時候請佢飲茶，輸嘅時候回家一句話都未有。佢哋有一個女兒叫小婷，讀書聰明，中立畢業你連拿咗獎學金去咗悉尼。3年前小婷話佢要留喺呢邊工作，同一個當地長大嘅香港男仔拍拖，暫時唔會理。那一年阿娟49歲，同一年佢丈夫喺一次卸貨時腰扭傷，從此不能再開長途貨車。夫妻倆商量住把樓下呢間10幾年前頂返嚟嘅小鋪子重新收拾咗一下，改成一間只有6張台嘅側品檔，專賣艇仔粥同埋遞汁皮蛋瘦肉粥。鋪名叫娟枝，係丈夫自己寫嘅字，歪歪扭扭。從嗰1年開始，阿娟每日清晨5點起床，6點半包好粥，7點開門，一直做到晚上9點先拉下轉閘。佢哋日子從此就似鋪前利口不鏽鋼汁包，日夜不停冒煮熱氣，可越熬越見底。有時候深夜關鋪去到樓上，丈夫已經喺梳化上打呼，電視正開住，播嘅係佢永遠睇唔明嘅股票新聞。佢一個人走進廚房，倒一杯溫水，坐底埋殼，燈不開，只讓走廊嗰一點昏黃嘅光落喺左上。呢一刻，佢突然覺得呢間屋比開緊少少嘅粥鋪都要冷。佢開始明白母親當年呢句話真正嘅意思：手上有鑊，佢有主，心裏有依靠。佢好似一直都冇真正擁有過，日子就這麼一年一年過。阿娟唔係嗰種懂得抱怨嘅女人，佢嘅辛苦全都產喺動作裏。佢煲粥嘅時候會餅薑切得俾別人試，佢炸鬼嘅時候會將油溫調得比別人低，因為佢知道街坊裏邊有幾位牙口不好嘅老人家喜歡戚遠一啲嘅。有一位常來嘅婆婆叫珍兒，80幾歲獨居，兒子喺加拿大1年返嚟1次都算多。珍兒每天早上7點半準時嚟沏一碗白粥，半條炸鬼，風雨不改。
阿娟從來不收佢錢，佢話反正呢一碗粥佢都要包嘅。丈夫話佢傻，佢笑笑話我唔係傻，我係怕自己有一日冇人遞一碗粥逼我。寫到呢度，我想先停一停，因為接續嚟嘅故事先至係這一整段人生嘅轉折點，先至係我今日真正想同你分享嘅幾件小事。呢個係今年清明前後嘅事。那一日早晨，阿娟像往常一樣起床走進廚房去撈粥。佢走過洗手間嘅時候，順手將燈打開，抬頭睇咗一眼鏡，就係遮掩佢突然愣住咗。佢近見自己嘅頭髮唔係白拜，佢早就習慣咗，而係四指刺墨。呢種四係從髮根就四落去嘅，好似每一根頭髮都俾咩東西悄悄地抽掉咗一半嘅力氣。佢伸手去梳試一個掉落嚟一小撮，黏在梳背上邊，請一團被風吹散嘅蒲公英。佢再睇眉毛，微微攞嚟幾乎已經空咗一小段。佢記得年輕嘅時候，佢嘅眉毛係又濃又長嘅，母親仲常講佢這對眉係福氣眉。如今那對福氣眉像被歲月拿去換咗兩根淡淡嘅痕。佢再低頭睇自己嘅手，十指原本係有肉嘅包粥嘅女人，手都唔會太瘦，可依家佢嘅手臂青筋一根一根咁撲出來，指頭嘅關節睇起上來比手指都粗，指甲包得串一張紙，一啱就噏落去。佢愣咗好耐，然後佢做咗一件佢自己都未想到嘅事，佢張開嘴對着鏡子輕輕呵了一口氣，個口氣係冇散，佢自己先聞到啦，咁係普通口刺嘅味道。呢個係一種講唔上嚟係仲呢嚟嚟嘅味道，有一點酸，有一點苦，係有一點好像好多年未有清理過嘅舊衣櫃裏面嘅味道。佢緊緊關上燈，轉身走開。呢天早晨嘅汁佢包苦酒2次，但真正讓佢心裏顫一下嘅，其實並唔係這件事。真正讓佢坐立不安嘅，係呢天下午發生嘅另一件事。你先記住呢一點，我哋等下再講。那天下午3點幾，鋪子裏未咩客過，一個8歲左右嘅小女孩跟住佢媽媽進嚟，坐喺門口幾張台。媽媽叫咗一碗粥，一邊餵女兒一邊睇手機。小女孩趁媽媽唔注意，跑到收銀台前面，睇住阿娟，眨住眼睛問佢：婆婆，你係唔係好耐冇沖涼啊？小女孩嘅普通話講得唔太標準，但嗰句話阿娟聽得一清二楚。佢愣咗2秒，然後笑一笑，摸了摸小女孩嘅頭話：婆婆今朝有沖涼㗎？小女孩就搖搖頭，認真地話：我阿媽話人老啦就會有一種味道，同外婆一樣。呢位媽媽聽見臉都紅了，趕晚走過嚟把女兒拉返去，一邊道歉一邊品斥小女孩唔懂事。阿娟擺擺手笑住話冇事，又走返爐邊去踎下一鍋粥。可太嘅手咁一瞬間係抖啲。各位老友記，如果你聽到呢度心裏亦咯噔你一下，請你先深呼吸一下。呢唔係一個嚇人嘅故事，呢係一個提醒嘅故事。我知道你身邊一定有過杞人嘅時刻，唔係俾人狠心，只係嗰句話無意間戳到咗一個你自己一直不敢承認嘅地方。我哋繼續講。呢天晚上關鋪之後，阿娟冇似往常一樣回老上，佢一個人去咗旁邊嗰間通宵營業嘅老藥材鋪。老闆娘姓胡，60幾歲，同阿娟熟。阿娟坐低嚟，喝咗杯藥材鋪免費送嘅涼茶，然後小聲咁把今日早晨照正嘅嘢，仲有下午呢個小女孩講嘅話，一件一件講俾胡姐聽。胡姐冇笑，佢聽完只係望咗阿娟，沉默咗一會，然後話：阿娟啊，你今年幾大？52。過咗40歲嘅女人身體開始講話嘅時候係唔出聲嘅，佢唔聽後生仔，痛就痛，病就病，佢係慢慢地從幾個小地方慢慢地透消息給你，你懂唔懂？阿娟搖搖頭，胡姐嘆咗一口氣，把手裏面嘅茶杯放下，慢慢地講：我哋這一代女人最怕嘅唔係老，是身體已經喺求救，
我哋自己佢完全聽唔計。老一輩嘅婆婆常講一句話，女人一過40，身上會出現兩臭三事。呢兩臭三事就係身體最後一次好聲好氣咁同你講話，你再唔理佢，他下一次講就唔係同你商量啦，係同你算賬。阿娟第一次聽到兩臭三世呢4個字，佢把這4個字一筆一筆喺心裏寫咗下嚟。呢天晚上佢返到家，坐喺客廳嘅燈下，將這4個字用一支鉛筆寫在一張舊月曆紙嘅背面。佢突然發現自己身上幾乎每一樣都對得上，但故事到呢一度其實千啱啱講咗一半，因為真正令阿娟改變嘅唔係這4個字，而係接時嚟嘅一件事。呢件事把佢這50幾年嘅人生從頭到尾翻咗一遍。呢一晚佢一夜未睡，第二日早上佢照常起床煲粥，佢一邊攪粥，一邊心裏一直在諗母姐講嘅話。佢諗起自己呢幾年其實身體早就喺同佢講話啦，比如佢這3年每一晚睡覺都出汗，衣服濕透，好佢以為只係天氣熱，係煲粥嘅鋪子裏面油煙太大。比如佢這2年早上起床嘅時候，嘴裏會有一種苦苦嘅味道，可佢以為只係自己晚飯食得太蝕。比如佢這年頭髮一衰一大把，可佢以為只係自己年紀大咗，正常。比如佢這半年指甲越嚟越薄，一碰東西就斷，可佢以為只係自己煲粥用鹼水太多。譬如佢這3個月眉毛尾巴呢度一直有啲癢，佢以為只係天氣間。佢把每一件事都解釋咗，每一件佢都替身體找咗一個可以放心不管嘅理由。原來呢個係最可怕嘅，唔係身體唔出聲，係我哋太懂得替佢找藉口。嗰天早上佢煲完粥，有丈夫叫到鋪後面呢張小台前坐話嚟。丈夫剛起床，頭髮亂蓬蓬，嘴裏含住一根牙籤。阿娟平靜地話：阿光，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。丈夫抬頭蔑視：我想下個星期去公立醫院做一次全面嘅檢查。丈夫愣咗一下，然後笑：你無嘢哇，做咩去檢查？浪費錢。阿娟冇笑，佢只係睇住佢，慢慢地話：阿光，如果有一日我倒下咗這間鋪，你一個人守唔住，小庭遠在悉尼，飛回嚟最快都要1日1夜，到時候最辛苦嘅無係我係，所以趁我係企得住，我要去第一遞。我啲身體究竟係想同我講幾多年？丈夫愣喺度，好就未講話。你嘅牙籤從佢嘴裏無聲咁樣掉在桌上，佢伸手第一次喺幾十年嘅婚姻裏，第一次握住咗阿娟嚟姐已經變瘦嘅手。佢講咗一句話，聲音好低，冤對胡住呢幾十年你嘅身體，我從來都冇唱旺過一言。講到呢度，我想請各位聽故事嘅老友記先停一停，開一口茶，因為接下嚟先至係這個故事最重要嘅部分。呢一部分唔再關於阿娟，而係關於我哋每一個人。各位，我哋中國人有一本好老嘅書叫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裏面有一句話呢，講得好淺，但係好深。佢話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上一句講天，下一句講天是安，地是柔。而女人，古人常常把佢比喻做坤，就係地。地是咁嘅，地是情在，地是默默付出，地是任你剪咩踩都不出聲嘅嗰一塊土。可各位老友記，你有冇諗過，一塊地如果永遠只被踩，從來不被養，佢會點樣？佢會先長不出草，然後佢會開始龜裂，再然後佢會下埋去，最後佢就變成一片荒地。即唔係老天狠心，呢係天地間最公道嘅一條道理。再厚嘅德也要有收息嘅時候，再柔個地也要有落雨嘅時候，再能忍嘅女人也要有人肯回頭蹲下嚟看一看佢啲臉。我哋中國人情有一句老話，叫人過40天過母，意思只係人過咗40歲，
就此一日過咗中午，太陽喺在，但已經喺往西走。呢個時候，一個女人身上開始出現一啲細微嘅變化，其實並不是老，也不是醜，更加唔係什麼人衰運至，那是天地喺同佢講一句話：阿妹，你走咗半世嘅路，而家慢一慢啊！你兩種味道，你三樣四，老一輩嘅婆婆把佢名叫做兩臭三事。第一樣俏係嘴裏嘅味道變啦，唔係普通嘅口氣，係一種從身體深處發出嚟嘅味道。老人家講，即係內裏嘅火燒唔透啦。中醫叫做脾胃虛或者肝氣弱，用我哋平時嘅話講，就係呢個女人心事太多，飯切得太快，氣咽落去太多次啦。第二樣臭係身上嘅汗味變走。唔係運動出嘅幾種汗，而係一種喺自己都唔覺得熱嘅時候突然冒出嚟嘅味道。老人家講呢係底子喺漏，用我哋平時嘅話講，就係即個女人元氣已經開始跟唔上佢每日嘅操勞啦。第一樣細係頭髮變細，唔係八係四，係每一根都失在原本幾種韌勁。老人家講頭髮係血之餘，頭髮死咗係血跟唔上啦。用我哋平時嘅話講，這個女人長年累月把自己排在最後一位切飯，最後一位修飾，最後一位俾人惦記。佢嘅身子早就喺悄悄地借血還債。第二樣四係眉毛變淡變稀，尤其是眉尾。眉尾喺中醫裏邊同一個人嘅腎氣有關，腎氣足嘅人眉尾龍脈飛揚，腎氣弱嘅人眉尾先掉。用我哋平時嘅話講，即個女人怕嘅東西太多啦，怕仔女過都唔好，怕老公病，怕自己撐唔落去，怕自己有日美容啦，俾人奇刺，怕多啦，腎氣就跟住一點一點往下沉。第三樣細係指甲變薄，指甲薄嘅女人往往係長期節儉，捨不得切好一啲嘅東西。佢把好嘅都留俾咗老公，留俾咗仔女，留俾咗親戚朋友，自己就切成飯成菜。老人家講，指甲係金之餘，金無力，係氣不夠。用我哋平時嘅話講，呢個女人太頂得省，可是佢肯晒嘅係自己一輩子嘅本錢。各位老友記，呢兩臭三細聽起嚟係身體嘅問題，可如果你靜下心嚟想一想，就會發現佢講嘅其實唔係身體，佢講嘅係呢個女人呢幾十年係怎過嚟嘅。佢係身體替佢講出咗呢句睇自己一生都未肯講出口嘅話。我亦係一個人，講到呢裏，我要老實同你哋講一句話，我今年71歲，我這一輩子亦娶過妻子，亦有過女兒。我嘅妻子比阿娟大10歲，早喺12年前就先我一步走啦。佢走之前嘅最後半年，我先第一次真正好好咁睇佢。我記得有一天早上，我起床，更見佢坐在窗邊梳頭，陽光柴柴地打在佢身上。我第一次睇清楚，睇嘅頭髮已經好稀啦，佢嘅眉毛已經淡到幾乎睇唔掂，佢嘅手臂上青筋一條一條。我哋先終於問咗佢一句，我這輩子最應該早問嘅話，阿鳳，你累唔累？佢回過頭笑咗一下，呢個笑我記到今日。佢話你今日第一次問我這句話，然後佢哭啦，哭得好小聲，好似怕吵到隔壁。各位，我到今日都記得幾個早晨，我記得係因為我錯過咗幾十年前你問過一句，我唔係想嚇你，亦唔係想催你，我只係想告訴每一位喺聽呢個故事嘅男人，如果你屋企呢位女人最近開始唔太愛笑啦，開始老是坐喺窗邊發街，開始梳完頭會望咗地上嘅一團頭髮發好牛嘅帶，請你走過去，蹲地嚟睇下佢嘅臉，問佢一句，你累唔累？唔好問佢你想食啲菜，亦唔好問佢你今日去邊度買菜，問佢呢句最簡單亦最難開口嘅話，你累唔累啊？也勸佢公立醫院做咗檢查，結果比佢想象中輕，但比佢想象中重要。醫生同佢講，佢有輕度嘅貧血，有早期嘅甲狀腺問題，
血壓偏低，身體處在一個未病但快要病嘅邊緣。醫生話咗一句話，阿娟至到今日，醫生話：阿姨，你嘅身體其實一直好好，係你一直好壞，你一直虐待佢，他已經唔知道同你抗議過幾少次啦。你今日肯嚟，算是佢救咗你自己。阿娟返到鋪子裏邊，把醫生嗰張紙握過收銀機下邊。從嗰日開始，佢做咗幾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佢俾執鋪嘅開鋪時間從早上7點改到7點半，多出嚟嘅半個鐘，佢用嚟煮一碗自己識嘅早餐，熱嘅慢慢扯嘅。從佢20歲做工開始，那係佢30幾年嚟第一次坐低嚟，好好地食一頓屬於佢自己嘅早餐。第二件事，佢開始每個星期抽一個下晝，同毛姐一齊去附近嗰間公園行山，唔快，慢慢行，一邊行一邊講話，行到出汗，行到笑出聲。第三件事，佢開始學會同丈夫講，呢件事我要休息，你去做。以前佢從來唔講呢句話，以前佢只講算啦，我嚟啦。第四件事，佢開始俾自己買嘢，一支新嘅潤手霜，一件新嘅秋衣，一雙走路不痛狗嘅鞋。以前呢啲錢佢全部都會匯去悉尼俾小婷，而家佢會先留一份俾自己，成花枝寄過去。佢同小婷講，媽媽無事從，媽媽是以前無事對自己好。小婷喺電話裏邊哭咗好lâu。各位老友記，講到呢度，我想請你們記住阿娟這4件事，因為呢4件事你藏住我今日想同你哋講嘅4句話。第一句話，女人過咗40歲，第一樣要學嘅係慢慢吃飯，慢慢走路，慢慢講話，慢慢做決定。天地間萬物，凡是好東西都係慢慢生出嚟嘅，粥要慢慢熬先夠麵，湯要慢慢燉先至夠甜。一個人一生嘅福氣，嘢係要慢慢一日一日剪翻嚟嘅，急只會把福仔從指縫裏面一把一把漏走。第二句話，女人過咗40歲，第二樣要學嘅係講，要開口講累少就係累少，講唔舒服就係唔舒服，講你想去單咪行一行就係想去行一行，唔要再將話吞埋去。我哋中國女人最擅長吞話，一句話吞落去係一口氣，10句話吞落去係一堵牆，100句話吞落去就係一場病。第三句話，女人過咗40歲，第三樣要學嘅係回頭未嫁自己，回頭照照鏡，翻頭摸一摸自己嘅頭髮，睇一睇自己嘅眉毛，摸一摸自己嘅手，翻頭問自己一句，我今日過得好嗎？易經裏面講復卦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，意思係一切好嘅開始都係從回頭開始嘅，天地都要喺冬至呢一日回一次頭，何況一個抄留咗半輩子嘅女人。第四句話，女人過咗40歲，第4樣要學嘅係留一點錢俾自己，留一點時間俾自己，留一點溫柔俾自己，留一點不為任何人，只為你自己嘅日子。你唔係自私，你係終於肯做回一個人啊！阿娟嘅故事講到呢度，其實係冇完，因為人生係冇真正嘅終點嘅。我最後一次見到佢係喺今年秋天，我路過深水埗，特地游過去坐喺佢嘅粥鋪，叫咗一碗艇仔粥。佢坐落嚟同我講咗幾句話。佢話佢嘅頭髮最近開始長翻晒嚟啦。佢話佢哋眉尾好似都回禮啲一點。佢話佢早上起床，嘴裏呢種苦味已經好耐冇出現過啦。佢話佢嘅丈夫最近學會咗自己去買新。佢話佢個女兒小婷聖誕節要飛翻嚟睇佢。佢講呢啲嘅時候，眼睛係亮嘅，呢種亮唔係年輕嘅亮，係一個終於開始善待自己嘅女人，先係有啲幾種亮。佢講完呢啲，抬頭望咗我，笑咗問咗一句：伯伯，你話我係唔係有救咗自己？我望住佢，望咗好耐。我說：阿娟，你唔係救咗自己，你係終於肯讓自己亦做一次人。
各位聽我講故事嘅老友記，如果你係女人，請你今晚睡覺之前去照一照鏡，睇睇你嘅頭髮，睇睇你嘅眉毛，睇睇你嘅手，唔係為咗嫌棄自己，係為咗好好咁同自己講一句，呢幾十年辛苦你啦。如果你係男人，請你今晚返到家，睇睇你身邊幾個女人，睇睇佢頭髮，睇睇佢眉毛，睇睇佢手，唔係為咗責怪自己，係為住好好地同佢講一句，呢幾十年辛苦你啦。艾先身體從來不會突然壞，佢只係一次又一次用最溫柔嘅方式同我哋講，我撐唔住啦，我哋聽唔掂，係因為我哋一直太忙，忙到連自己嘅味道都聞唔到，忙到連自己嘅頭髮變細啦，都以為係正常，忙到連鏡子裏面嗰個人都變成咗一個陌生人。可是老友記，人這一生最唔該錯過嘅一個人就係自己。如果呢個故事讓你想起咗你嘅太太、你嘅姐姐、你嘅妹妹、你嘅女兒、你嘅母親，或者就是你自己，請你喺評論區寫下一句話就好，寫一句今晚我要好好睇佢一眼，或者今晚我要好好睇自己一眼。亦請你把這段視頻分享俾嗰位你已經好耐冇真正好好睇過一眼嘅人，唔係為咗佢病，係為咗佢未病。願每一位過咗40歲嘅女人都有人肯登埋嚟問佢一句，你累唔累？亦願每一位喺聽呢個故事嘅你，從今晚開始做呢個登低嚟嘅人。我哋下個故事再見。